另外，上新的消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伊的夫人，伫咧受到重伤了后，昏迷2天了后，也已经无救啊。以前嘛强调讲，这条行动除了成功毁掉伊朗的核武能力，伫咧黎巴嫩也已经射杀因的真主党的情报首长。 德黑兰市区伫经过连续几6天的空袭了后，已经乱糟糟。伫尼鲁法尔广场的警察局甲附近主体也已经变作平地。根据伊朗媒体证实，79岁领袖哈米尼的夫人巴格尔扎德伫翁婿死亡2天了后，妻儿也因为重伤过身去。真侪伊朗民众对家园互人废弃感觉绝望。 واقعا متاسفم. چرا اینجوری دارن میکنن؟ چرا این ملت دارن اینجوری از بین میبرن؟ اون قبلش این بعدش. آخه چرا؟ مگه میدونید این بازسازی این زندگی ها چجوری میخواد بشه؟ 面对领袖死亡甲领土受到侵袭，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批评美国甲以色列有方性打击，是无法律公道，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拉晚年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为着和平，并无对美国造成威胁。We target only the military objectives of the hostile forces. We don't target civilians. We don't target the interest of neighboring stat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every state has a duty not to allow its territory to be used for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another state.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强调，这场军事行动目标真明确，就是确保伊朗袂阁再有威胁全球的核能力甲弹道飞弹。丹农强调，过去半冬来，伊朗继续重建核设施，互国际社会必须要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来精准打击。One of the goals of this joint operation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to threaten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ll know that those sites,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summer. They continue to develop them and to rebuild them. So we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ey don't have nuclear capability. 除了打击伊朗，以军也扩大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势力的打击。以军证实已经伫首都贝鲁特攻击行动当中，成功把真主党情报首长穆卡莱德弹死，毁掉调度体系。צריך להיערך למספר יממות של לחימה רבות מאוד. 这场大河苏西愤怒的军事行动，目前已经造成伊朗领导阶层权力强烈无去，战争更较进一步扩大到黎巴嫩等等周围的战线。伫美国甲以色列强调无解除核武威胁停动都袂停的目标之下，德黑兰当咧面对建政以来上严重的存亡可检。这场大震动对全球能源甲区域特殊的影响，目前才当要开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 中东咧开战，在外交部上新的旅游警示，包括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沙特阿拉伯、甲卡达等6个国家，已经提升到第3级甘马色订号。目前旅行团包括已经出去的甲取消的，拢总76团，2059位民众受到影响。 中东战争爆发了后，全球上波洋的航空中心之一杜拜机场被遭受攻击，也被迫关门。无奈飞机飞不出去，大量旅客受困，转机的航班也取消。Wir wollten ursprünglich nach Perth, nach Australien, wären aber über Dubai natürlich geflogen und das wurde ja jetzt storniert und deshalb stehen wir jetzt hier und hoffen, umgebucht zu werden auf einen anderen Flug. 那杜拜机场、阿布达比机场也同款。阿联政府是宣布，所有受影响旅客加大价改票相关费用由政府全包。阿布达比文化甲观光部搁伫遮发函予各饭店恳请协助，有过超过2万人受飞机中有台湾人。重新又入住了这家饭店，所以我早上 check out， 然后今天下午又 check in。但这个床旁边很好玩，就是它有这个绳子，这个绳子，然后感觉很像是就是无障碍。 就是要拉的紧急求救绳，空中好像变得比较平静一点了，没有再这么多的飞行器，还有嘣嘣嘣的声音了。学校的部分呢，因为我的小孩在这边读书，学校的部分是已经接收到通知说他们改为线上上课。 外交部才开始更新旅游警示资讯，将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沙特阿拉伯、卡达等国家为原本的2级黄色调整到第3级甘色短期来暂缓去观光，搁避免非必要旅行。观光署上新统计，目前受影响的但旅客包含滞留甲取消的有76个旅行团，2059人。阿里法塔的灯塔是正常的，卡票都是正常的，啊，这块没有人。
遇到这种状况，连9月、10月的客人都会打来问说啊，现在状况怎么样？刚刚有看了官网的公布，是3月3号早上7点以前的航班是取消的。然后接下来我们都是1天1变，所以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都是每一天要看阿球航空他们官网的公布才知道状况如何。中央军事行动恐惊继续几个礼拜，政府紧评情形。副总统萧美琴表示，罗总统甲行政院顾问团队拢继续来关心行政院长杜正泰参加紧急国行应变会议。邀集了财政部经管会以及外交部经济部召开会议，听取中东最新情势报告以及部会的因应作为。另外，院长也请经济部启动能源应变小组，协调能源供给的来源。杜正泰表示，对不可预知的战事，各部会按心情应对，可能的不计影响，也经请副院长陈立军开稳定不计小组会议来做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因为战事影响，昨昏台股开盘就落超过800点，台积电也落55块，不过最后是起转来收伫咧35095点，是落319点，也嘛今开盘目前是也无大起大落。美国伊朗战事升温，国家顶礼拜美股四大指数收乌，初二台股开盘，像市场预测，加权指数开盘捌大落超过800点，失守35000点。款台股台积电早盘同款正软，上加1940块，落55块。不过开盘较无1点钟，落价的幅度缩小。加权指数中场收伫35095点，落319点。台积电以1975块收盘，落20块。开低走高，表现是比预期中来的强啊。那我想这个也不会太意外。那最主要是，其实台股来讲的话，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 AI 的一个族群啊。那预期来讲，还是会是今年最受惠、最趋势最明确的一个族群啊。美国伊朗战事升温，杀关油价有关塑化族群的股价，初二大塑化开盘直攻起停，盘中因为出现卖压，到尾收伫56块半，起2块。另外，因为航母自海峡有可能封锁，也是中间的需求。航运族群的阳明、万海初二股价拢起，中型股起上济，收伫210块，起13块。航空类股是因为战争影响部分航班停飞，像讲华航、中英航股价拢落价。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所以货柜跟散装的运价有可能会上涨，所以船运类股的股价会相对比较有受到关注。但相对的油价上涨的话，对于这个航空族群可能就会比较有压抑。那股价落价，因为美金指数走强，台票较软，新台币兑换美金开盘价31.33块，收盘前来到31.456块，大落超过2角，最后收伫31.431块，落1角8分。包含像是美元、美债都有比较明显的涨势，资金的部分就是往避险资产去走，亚币今天看起来普遍都比较疲软。专家分析，目前战争看起来扩大机会无大，战争的消息面开始较无啊了后，资金有机会回流，台票会搁转来到较强的势面。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影响，各地温度明显搁降，水气变热，西半部地区爱注意落大雨。咱来看温度。今仔天气是较昨昏是差真济，尤其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这高温一声就降到20度以下，各地嘛拢会落雨。明仔载雨水就较少，气象署告这波东北季风有可能是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今仔元宵小过年，气象署提醒讲，这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北部上加剩15度尔尔。这个厚衫、厚外套都拢爱款出来出门，才袂感到。拜二是旧历正月15元宵节，台北顶节一个西门町有每年造型的灯组，顶面阁写着马上有钱，真有过节的气氛。不过看天气乌阴乌阴，今年元宵节恐惊会阁冻阁冷。气象署指出，刷落来锋面华南云系和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拜二拜三2天全台大气环境无稳定，水汽明显增加，尤其是西半部爱细腻闪大雨，而且无排除会澹雷公。明天以及后天这一波的冷空气伴随着东移，所以天气都是相当的湿冷。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华南雨区还是有东移的现象，所以水汽依然是比较多一些。那落雨温度嘛会明显降温，气象署预估拜二温度会比前一天更较降7度至8度，到拜三各地全凉冷，早暗温度也增加，尤其是北台湾的降温上明显，低温剩15度至17度，和前几日温暖的天气有真大的落差。明天转成东北季风或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明天的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只有在19到21度之间，那跟今天来讲比的话，大概会下降大概7、8度左右。中部的高温也只有21度，南部高温是26度。气象师提醒，进入春天，天气变化较大，温度起起落落，连咪寒，连咪热，真紧伫咧拜4就暂时回温，拜5阁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落南，阁会变寒。另外拜2这波冷空气，中北部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机会，路面嘛有较有结霜的现象。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特别留意用路安全。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元宵节台东炸邯郸，伫咧礼拜就有一个29岁查甫人受伤，规身躯是30拍的2度小烫伤。也伫咧台南咸水的蜂仔炮，今年是为着避免发生冲突，伫咧绕境路线是拢有徛警察咧顾。百姓邯郸夜放捌提徛伫地球互炮仔炸，这是每年台东元宵节重要民俗活动炸邯郸，由月底开始到初3、初4是活动的高峰。这一撮传出有一个29岁查甫人伫活动内底受伤，因为伤势面积伤过大，为台东转向高雄救治。据了解，这查甫人转向高雄中正病院时阵，生命现象稳定，意识清醒，无插讲，也过全身30拍2度受伤，病院唔敢代替。炸邯郸受伤案例唔那这一个大部分拢是无防护的骹手臂受伤等情形。炮灰跟烧灼伤的部分，然后大概其实面积加起来，明明风额大概都有10%到15%左右。医师提醒做好防护，无甚至受伤也要用流动的水冲洗20到30分钟。台东病院踏出告示，要求炸邯郸挂火人先到已经冲凉水10分钟。台东咸水跑跑也是元宵节重要活动，跑活点到了1年1摆咸水跑跑初2正式开始。安全帽啊，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然后牛仔裤。今年咸水跑跑定位一条西景动线，各配一组警力，所以炮声放时间，避免因为时间延长可能发生的冲突受怕。每座炮程在神教抵达10分钟后，神教领队会举牌提醒炮程点炮。炮程若借故拖延时间，民警会与神教领队讨论后，保护神教离开。警方表示，神教到为了15分钟内无点到炮仔队，请神教锁向一个地点，希望今年活动袂亲像以前同款延长甲透早也降低冲突的几率。除了各路神教后边的炮声，咸水各中运动员也放200万支的蜂仔炮，呼吁大家做好防护，才袂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AI 用电超过了算，台电上新的送电检讨讲到，即马半导体继续咧起，按算伫咧5年内用电量会增加到1.5倍，这稳定送电会是大挑战。过来是联合报，外岛金门马祖长期以来，这海岸边拢会看到对因中国流过来粪扫，刚伫咧马祖一年就要清600栋。除了有关单位即马正咧讨论对策，这海委会也要准备投向国际，向中国来施压。最后是自由时报，台湾的学生是有够歹命，联合联盟的调查讲，每5个国中学生当中，都有一个是学过劳，也私立的是有54趴的学生，逐工拢困无到7点钟。台北甲新北各国中考私立的准备要考试啊，这种学生上课学物件，学习过劳情形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有教团体就呼各界爱重视囡仔的心理健康。儿童福利联盟针对各中生学习压力来做调查，显示有尾湾2成的学生有学习过劳的情形，对2011年较淡，一年比一年严重。今年调查的结果，学习过劳是历史上上严重的，平均每5位学生就有1位学习过劳。儿童福利联盟表示，透过调查也发现，有3成的学生会因为压力伤大，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那我一天的 loading 就是12小时，那我到家还要写作业，我还要准备隔天的考试，我隔天还要早早的起床。那这对其实才14、15岁的国中生来说，对他们来说这个 loading 真的太重了。12到未满15岁的国中生，在我们调查当中有高度的需求，需要得到帮助，都是高危险群跟高关怀的群体哦。根据调查，致使学生学习过劳的原因，包括睡眠不足、和长时间的通勤等等。
学者讲，学习是一世人的代志，应该将学习的时间缩长来减轻压力，避免造成学生焦虑，颠倒拒绝学习。也建议学生若有需要帮忙，爱找学校的心理老师，莫用 AI 来排解压力。其实我们都一直倡议 ，AI 只是一个辅助，但是它不能取代辅导或咨商的功能。辅导跟咨商模式其实是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不会一昧就会跟他说，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好。他其实会有给他一些思考，甚至是挑战他的方向。儿童福利联名呼吁政府爱将心理支持的方案适用的年岁。对15岁降低至12岁，予12岁的学生也会当使用。嘛建议家长莫用分数来含囡仔讲条件，予因了解父母的关心，毋是用分数来定义的。家庭甲校园拢爱改变，强化对学生的支持系统。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为着要解决囝生少的问题，国民党团是推动0到6岁健保国家立列做重要优先法案。民众党团是表示讲，任何有帮助的，拢会当来讨论。民进党是认为讲，要有整合规规，袂当做政治操作。卫福部表示讲，会搁听各界意见，重要是社会共识。少子化问题严重，国民党立委党团提出儿童福利法修法，主张0到6岁儿童健保费由国家专家负担，预估当年大约爱120亿，引起讨论。让新手爸爸妈妈能够减轻负担，并且真的把钱花在刀口上。所以未来我们的版本也会提出来，并且希望能够在卫环委员会新的会期里面列为最优先的法案。那任何改善少子女化的措施，我们都很愿意的来加以讨论。台湾民众党也在近日提出了一个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的草案。这些有助于改善少子女化的一些措施，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推动。民众党团表示，任何会当帮助减缓少子化的方式，拢会当讨论。也毋过，联安议会认为，解决少子化需要系统性规划，无应该一再增加，还是政治操作。所有的育儿政策从来都不是单一补贴就可以解决，必须有全面性的讨论。甚至我们也要问，国民党这个计划的财源要从哪里来，又会不会排挤到其他预算？0到6岁儿童健保费由国家负担，卫福部表示会用开放态度听各界意见。也毋过，即马上重要是爱先凝聚社会共识，定达到具体方向了后，才会当进行后手修法，进一步讨论经费安怎分配。少子化的议题是很重要的政策，基本上这个议题现在抛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让社会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卫福部也愿意在这边听取大家的一些看法跟意见。一个小孩的健保费1年大概就1万块嘛，那6年就是6万块左右而已啊。那6万块能够让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小孩吗？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民团认为，在政府财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应该挑选更较有效率的政策工作来执行，包括公共托育服务，甚至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像春秋工时，鼓励企业优先育儿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是即马是传出讲有护理师长期会甲病人偷翕，传去网络甲口舌侮辱。这病院表示讲已经开始内部调查，当事人嘛已经离职，会继续来追究责任。那这卫福部是强调讲，违规上严重，会当撤销甲废止护理证书，以上发办。就是这个陪伴患者的相片，予护理师私底下偷翕，也将患者涂的物件等不堪的画面上传到社群平台，佮搭配侮辱性的文字。有时也请护理师制服伫上班时间家己录影片推销减肥产品，引起社会讨论。至少要尊重人家的隐私啦，要先经过人家同意。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就不应该这么做。我觉得这行为就是不行，不可以。然后看法律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加强一下，可以遏制这个行为。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一名细疗护理师今年机会，予民众投诉，长期伫监护病房偷翕动静患者。对此，护理师工会专业会发声明表示，病人隐私甲尊严是袂当超过底线，强调医疗场所毋是创作背景，更毋是流量所在。护理人员他可以自己有多元的发展，不过要记住，就是医疗场域它并不是一个让你行销声量啊，或是你要卖东西啊这些的场域。北市联医证实，代志发生了后，
第一时间已经将这名护理师停职，佮启动内部调查。虽然这名护理师已经伫2月20自行离职，不过有关会将调查结果送卫生局。若涉及违反病患文书等情况，卫生局会当先依护理人员法等相关规定裁处。护理人员在业务上有违法或者不正当的行为，好，那会处1个月以上到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情节重大的话，有可能废止其职业执照。卫福部教护署进一步强调，那经济重大也依护理人员法第41条撤销废止，也是吊扣护理人员证书，甚至移送检调侦办。另外，病院若无善尽监督管理责任，也会当依医疗法处5万至25万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是宣布一项核武新战略，下令要增加这核弹头的数量。讲若是想要自由，就爱互人知影惊。D'augmenter le nombre de têtes nucléaires de notre arsenal pour couper court à toute spéculation. Nous ne communiquerons plus sur les chiffres de notre arsenal nucléaire, contrairement à ce qui avait pu être le cas par le passé. Pour être libre donc, il faut être craint. Et pour être craint, il faut être puissant. Cette augmentation de notre arsenal en témoigne. 法国目前有290粒的核弹头，这是法国自1992年以来头一届要增加核武的数量。另外，这马克龙也宣布讲，要让有材料来载核武的军机暂时布置咧盟友国家，随时应变。继续来看美军甲以色列联军甲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甲48个高层领导甲灭掉。有专家是表示讲，美国这届攻击看起来是真成功，不过若长期来看，这伊朗的政权可能会使用无对等的战术，甚至伫咧中东以外地区发动恐怖攻击。伫中情局 CIA 经过几个月监控，美国将压定礼拜六一天，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维尼甲真侪个国际领导人伫总统府所在的政府大楼内集会的前部，美军一群突破会当讲全球上歹渗透的乌鸦仔，对哈维尼斩首攻击。CIA 提供的超精准定位，使美军的行动误差伫几公尺内。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爱人民家己起义，不过伊朗一定毋是一个人统治，而且政权军机其实正在。Ayatollah Khamenei was representing a consensual view within that system. It is true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 had the final say, but his worldview, I think, has outlived him. 专家表示，伊朗的优势是对痛苦的承受度真悬。对于美国来讲，这是川普2.0伫全球发动超过600届空袭行动以来，头一届有美军伤亡。因为川普就抓要为死去的美军复仇，可能会使美国伫这场战争中停留更久。这拄啊符合伊朗的暗算，若进入消磨战，持续增加伤亡，冲击世界经济，无定就会改变川普的马甲基本盘。And so it also wouldn't be a surprise, for instance, the Iranians undertake asymmetric attacks, not just cyber attacks that I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assume are already happening, but terrorist attacks, not in the region per se, but perhaps in South Asia, in Latin America, and of course Europe. 若做伊朗进入无政府的状态，区域局势嘛会变无法度预测的细面。福斯新闻嘛报道，美国反恐机构当监控遐点阵真久，藏伫美国本土科技分子 FBI 甲情报团队嘛当伫保持真悬的戒备。公司新闻按日文编译。美国甲以色列军事行动出动海马斯导港火箭，这伊朗所采用的中国甲罗西亚防空系统，又阁是完全挡袂牢。因为目前咱所用防空系统是美国制造甲开发的，这学者嘛表示讲，重点是整合、加强跨区调度甲互相支援。接着指令，美军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 ATACMS 战术飞弹射程上远300公里目标轰炸伊朗的荷兰。
美军联手以色列执行真侪摆远距精准攻击，大规模空袭伊朗。在黑兰，伊朗境内部署防空系统，虽然有自主开发的巴华尔373防空系统、加加迪尔长程雷达、加 Russia S-300防空飞弹系统、TOR 系统，供应哪吒温馨战机引进中国安基高比防空系统。暗过中国 Russia 伊朗导出来防空系统，伫面对美军空袭无法度抵抗，也反映出防空系统整合的问题。各国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些雷达的相关的参数是不是早就已经被美国或以色列已经知道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为证明未来在空防上面的话，可能中国制的一个体系化的防空系统有可能是会遭到美国的一个攻击？美军透过电子战能使和伊朗防空网失灵，海马斯战术飞弹执行硬实进步。其实国军要向美军买海马斯，伫汉光演习纯纯有出来。美空去年底也同意海马斯的小国限，协助台湾强化部队跨区情况的能力。台湾面对中共飞弹威胁，罗总统强调爱建构台湾之盾。学者分析，伊朗防空系统整合失败，似乎电战能使台湾永久的强化空干扰，加上咱防空雷达大部分是美规为主，对结合美籍爱国者飞弹加各族的天降飞弹有利。那这只要透过 IBCS 也就是战场整合管理系统的话，那就可以把各式感测器跟火力单元结合起来，成为总体防空，更有效应对各式高超音速飞弹、弹道飞弹、巡弋飞弹乃至无人机的威胁。台湾集团计划整合美籍防空武器，但避风点头卖 IBCS 整体作战指挥系统。学者强调，爱赶紧造总战打造多战处防空网，反制强军飞弹无人机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局势紧张，路透社报道，伫咧荷姆兹海峡礼拜就有一只游船受到攻击。荷姆兹海峡的重要，就是因为伊牵连着全世界20派原油甲天然气的进出口。有学者就警告讲，只要这条路互人封10天以上，就会影响到国际油价长期波动。游轮一直请乌烟，看到的人更加翕来。挂秘鲁国旗的游轮天宫区，当地时间初一，伫阿曼莫桑达布海岸差不多5海里的所在起用攻击，船顶4人受伤。中东战事一直断开，荷姆兹海峡边仔的船只安全风险大大增加。We have seen that some Gulf countries over the years, like Saudi Arabia, for example, trying to find alternative pipelines to go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各界关心荷姆兹海峡敢会进一步封锁，因为这条航道掌握全球1/5的原油甲液化天然气运输，即马传出航运量减少70%，国际油价嘛出现大起。初二亚洲早盘，布兰特原油期货捌冲破1桶82美金，创下7个月的新高。如果超过10天的话，其实很多的那个油品运输啊，邮轮的那个安全上，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 impact。我们过去也自己开始在建立这种战略储备量的一个概念了哈。那只是说台湾再怎么建，其实战备储备量一直没有办法拉到跟其他国家，比如说60天、90天那么长的一个情形。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中油公司是当年降低为中东地区进口油气的比例。以原油来讲，2022年45%到2025年已经降低到34.9%。目前原油进口国美国占6%，中东3成半，其他是非洲、澳洲等地。另外，天然气是卡达、澳洲各3成，美国是1成。我们未来将逐步降低这个从这个波湾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提高至美国进口 LNG， 预估2029年从1成会提高到25%。中油公司讲，到初二拢有确认供应商拢照原计划增运，国内油气的供应无受影响。不过面对这么大的变局，传出经济部一定初3召开能源安全会议，有可能每礼拜会个召开油价的应变小组，通掌握强势变化。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泰国总理紧急召开高层会议，甲商业界人士做伙讨论中东的战事，要降低影响。能源部已经先下令要暂停石油出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讲有3架美军的 F-15战斗机伫咧科威特，互因国内防空部队圣午甲拍落来。这顶悬6个飞官安全逃生，目前的状况稳定。
美国德州奥斯汀的酒馆发生重大枪案，包括凶手在内，3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经过调查，这个凶手是塞内加尔人，有摕到美国人的身份。犯案的时有穿伊朗的国旗衫。美国 FBI 往恐怖主义的方向来调查。继续来看中国国台办，甲咱的内政部长刘世峰列做台独顽固分子。即摆国讲伊的贵姓仔伫咧中国投资，煞搁提供政治现金，要甲调查。这刘世峰表示讲，这政治现金已经是2019年的代志，贵姓仔是2023年才去到中国的，这太有啥牵连？中国对台实施顶到22条国台办进前官网先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包括将行政院长苏贞昌等14人封制入最近各针对台独打手梦想设定新的乱会，为盲情检察官和民进党立委等12人拢列入名单。距离年底的选战还有相当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中国已经透过公然借选的方式来杀鸡儆猴，要告诉所有在中国经商的台商，不要跟民进党走太近。非常荣幸金榜题名哦，从台独打手帮凶到顽固台独分子，我想我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严国其中联编创办人周兴成、内政部长刘世峰、立委新变由两个乱会中综合列入。把我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之后呢，又要列为这个所谓的帮凶打手，那要表示我是主谋，然后又是执行者，然后又是帮助犯。我这些说真的非常的奇怪，看起来听起来就很像是台独2刀流哈，所以我还是欣然接受。立委也提醒，中国跨境定压一直对民众甲政治人物威胁，多连亲属也受影响。像刘世峰最近就和香港媒体压了，外省在中国投资担任企业高阶主管，更加在2019年关键政治现金，对国台办画下要剔查，伊本人也亲自回应。在我竞选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回到2019年的政治现金。那按照监察院的政治现金法，我们本来就应该申报。他在2023年到中国是担任专业经理人，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有关于两岸的这个正常交流，其实都不是好事。强调已经过7年以上。另外，在亚洲期监视社区国安问题，刘世峰讲，内部会阁进行利益冲突的评估报告。对同一个时间，和对方列为台独顽固分子甲台独打手帮凶，伊表示遗憾，因为这是独裁国家打击对手所做的统战方式，对两方互动交流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按算3月13要召开共同政见发布会，双方安怎提名，会阁找时间来讨论。另外一方面，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准备要时去拼新北市长，风声讲3月70就要甲准，周万安是无讲明。是否有任何人事的异动，确定我都会跟大家做报告。出席巴黎有罪处理厂移交典礼，周万安对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请示时间点无讲，也阁传出到第3月70，但下审查会结束。各党各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节奏，那我们都尊重。同款道理，新北选战的民众党主席吴国昌认为，李树川是负责人，有头有尾的人，100%尊重，无拖延问题。国民党宜兰县长选战，确定由民调胜出的立委吴宗宪出战，只是新春团败，煞无看到民调失利的议长张胜潮出现。对内拿下团结，敢是也有基本，对外也有民众党党员会爱竞争。我们在礼拜6就已经有在联系，跟黄国昌也有联系了。那我们会敲一个时间，都提出相关的政策，然后让选民觉得哪一个政策他喜欢，选出最好的县长。就是一个君子之争啊！如果就是蓝白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要来合作那我觉得就是希望给宜兰带来一些新的一个气象。九合一大选，若被合在一关，地文化就希望宜兰创合典范。初二也甲民众党举行整合会见会。依照国民党跟民众党两党共同通过的合作机制来协商完成，希望未来在宜兰可以创下蓝白合作的美好典范。任何的合作都必须要建立在价值、愿景跟共同推动福国利民的公共政策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过去不定时的就有在交换的意见，那也持续的保持这样子沟通。
那被确定13举办共同政见发布记者会，为合作的4县市，包括新北市、新竹市、宜兰县、嘉义市开始试行。另外，提名机制先针对强推人选方式、民调机构等初步交换意见细节，再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牵涉到跨国犯罪泰铢集团，这检方已经叫900人去问过啊，拢总查扣33台高贵跑车，伫咧昨拍卖是引起众人关注。其中马王法拉利是1亿3500万来标出去，布加迪山地王是流标，这拍卖金额会全部收入国库。1号、3号先生拍定，恭喜马到成功。开1点3个轿车限量超级跑车马王法拉利，得标者真欢喜，现场欠人的车也够遮。4大神兽来说，除了 Cayenne Sport 之外，基本上来说是 Porsche， 然后迈拉伦跟法拉利当时是等于是3大，他们说当时3大神兽。保时捷法王布加迪山地王、迈拉伦传奇 P1 甲马王法拉利4大亲手做伙，由迈拉伦 LM。这评数大部分数受北检主图拍卖泰铢集团下开33台车，2点钟就拍出24台，总金额冲破4点3亿，其中保时捷法皇5600万得标，山地王是流标。心里有点怪怪的，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啊，因为我们比较就是保守公民嘛，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应该拍卖就是已经被没收了，惩罚他们。真侪人透早就来，暗过状况袂少，有人无早50万保证金，直接被拒绝伫门卡口，要拍卖开始，人无法度入去。等了快1个小时，蛮多人来投标的。本来就没有打算今天就拍到，主要是来看车况。检方侦办专案遭靠名车内面，涉嫌跨国犯罪泰铢集团在台嫌犯数百人被约谈。暗过来到即马暂时无被害者无限受害，即摆拍卖金额暂时先放伫国库。台北地检署他有做一些希望我们做司法互助的请求，那法务部也跟美国跟帛琉。这个相关的国家请求来司法互助，那我想目前的进展是非常的顺利。因为在嫌犯起期特别晚啊，最近专案新时代的证件，同款也受到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台北市一个62岁公车司机对这公车牌要离开，所以弄到一个拄落车的富人人，对方是当场死亡。这司机煞直接甲车驶走，警方嘛依照过失致死罪等罪嫌，甲移送法办。公车到站停，搁再起行，正头前一个富人人向撞出来，司机未付停，甲弄掉，煞搁继续离开现场。那边有3车道，他在最外侧的车道的中间。人已经倒在地上，然后身上应该是有被车子碾过的痕迹吧。警方初步处理，倒伫涂骹69岁妇人人已经明显死亡，并且是隔来一个人伫台北生活，不过甲囡仔拢真接联络。后生接到歹消息，正悲伤为桃园赶来。小年夜才跟他一起吃过年夜饭，啊，上个礼拜一也才跟他联络。我原本今天还要再打电话给他而已，啊，就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这件死亡车祸伫台北中山区八德路2段，初2早起8点外，妇人人为后车门落车，伫人行道向前行几步，早落车道的时阵，就去2站的大都会客运41路公车弄掉。有听到有碰撞的声音，是不是？你拖的时候有看右边吗？我们没有注意到后面。警方顺线调查，带回62岁姓李的司机，经过检测，伊无食毒、无啉酒。伊讲当时敢若注意倒边的路况，佮因为负责人徛伫正边看袂到的所在，所以无看到才甲弄掉。虽然案发迄当时有听到声音，毋过想讲是人客物件落落，否认弄掉人逃走。是他真的往右边看，或许他看到的是半颗头，甚至他的头发，很难去确认说那个人就是在我的车子的前面，因为他的角度已经斜了嘛。再加上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人会走下来啊。面对员工弄掉人，大都会客运回应，司机工时正常，顶届休假日是2月28。不过对于专案表示遗憾，会派人慰问家属，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初步未甲司机处罚。与行人发生碰撞后，无停车查看，直接离去。后续将涉嫌依过失致死及肇事逃逸移送。姓李司机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互警方移送地检署。后续原来有检方会持续查清楚详细案发的原因。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看，顶礼拜有人讲要伫咧台北车头放炸弹，警方调查是彰化一个姓郭查甫人嫌疑重大，即马法院已经甲人羁押。
昨夜接到通报，讲有人伫咧捷军顶悬抢讲要乌白杀人，这警方当咧调查。四月18人互警方逮捕，伊涉嫌伫28假期进前2摆落回要伫台北车站上人甲放炸弹。检警调索回卡车，确认4月18人身份，2月17伫彰化将其逮捕。郭贤到案后坦诚犯行，全案依恐吓公众罪嫌移送彰化地方检察署，并经检察官向院方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追查4月18人是上班族，讲是因为心情无好才会作孽。警方以涉犯恐吓公众罪嫌移送法办，目前已经做到收押。另外，初2早起伫北捷行天宫站，由技术旅客讲要上人，警方赶到现场搜查，当事人已经离开。初2下晡追查到这18人，均未发现任何攻击性武器。从这些客观要件，我们上南认定叶男的行为具有违反恐吓公众罪。因此，我们将等报案人到案说明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厘清。警方依然在调查案情，台中捷军2月14也接到恐吓闹会，警方目前将核实警华校河闹会，公共运输恐吓的消息一直出来，不少民众讲会特别注意。会让人担心，而且像搭乘的人会有压力感。透过 VPN 或者是洋葱路由器的这个追查方式呢，其实警方除了透过技术分析之外，它也会透过国际合作的部分去进行深度的追查。学者表示，伫国内用透过 IP 甲系统上比对关联性资料，警华校河也透过跨国合作，和恐吓言论无法度被搜查。一般来讲，就是它涉及到的情节都是具体而且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放炸弹，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所谓的恐吓公众罪。为律师认为，虽然恐吓公众甲一般恐吓刑责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恐吓公众的对象是无特定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客观上因地处惊吓不安，免向公众笑都免负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那统计平常时这花莲饭店的大房率只干那2成尔，就算是过年时也干那7成。为了要推动观光，县政府是按算要开9亿，伫咧七彩潭起大型的游客中心。开1亿8千万的七星潭旅客服务中心，特别起伫咧七星潭大桥卡北边的空地路，主体是以海岸摩仔造型来设计，内部除了有服务中心基本的功能以外，更有食室、铁马租借等等的服务。本体外其实还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廊带的改善，从点到线到面到片，整个从廊带，其实我们都整个在做整体的规划。县府希望伫咧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未完全开放的时阵，让七星潭变作是花莲上城人的观光地点。不过，根据花莲旅宿业者的统计，花莲去年伫咧拜1到拜5休眠日敢若2成尔。虽望今年过年连续假期休眠率有到7成，不过要安怎继续维持，嘛变作是旅游业上关心的议题。今年跟去年来比较的话，花莲的整体住宿率基本上是提升的。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包含在我们的东大门夜市或是我们的灯会的现场，或是包含我们的南区的住宿率，其实都有大大的提升哈。花莲县商业旅馆同业工会是表示，过年连续假期休眠率虽望提升到7成，不过3月订房率目前还无到2成，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当用更较好的措施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3年1科的小人香，即马已经开始咧开办啊。其中这当道有摕到世界纪录的百足真人夜间灯，今年也伫咧小人文化园区来展览。3月初5要请王，初6到初8是出巡，11就要上王船。嘉义金东店内，传统科技当咧为百足真人夜间灯的夜间头开光，祈求一切平安顺利。台南市定民俗3年1科的嘉义金东店，小人香是南营5大香科之一。其中特色的108只百足真人夜间灯，更加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不过今年较特别是，长201公尺百足真人夜间灯头一摆，伫小人文化园区展示。包括咱新动的报名由咱的官网做一个公告了，咱就开始来登记有当时差不多半晡的时间就是上午
108位几乎要报满。除了咱宗教以外，咱文化咱嘛是一同来做一个所谓来做一个结合嘛所谓百足情人夜光电视庙方连选108位新堂，打扮做36天宫72地煞，西顺嘉里7股将军町17角头24村庄有杜煞功能。2023年头一摆，是小人文化园区，所以这摆庙方特别甲电园连结，互园区正式成做乡区重要场合。搁伫室外剧场、主舞台设置夜光祭坛，完整呈现100年乡区的神秘可疑。庙方特别有在我们这边有猪架神明，然后设了5公坛。那3月5号我们会正式来起驾，然后3月6号到8号迎来整个活动的高潮，会从嘉里到我们的七股以及将军来进行绕境。那整个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我们这个整个地区一个很大的安慰。小人乡百足情人夜光殿，即日起到初4进驻小人文化园区。初5是请王，初6到初8起驾出巡，11送王是王船。到时有料会吸引大批乡客涌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嘉义市有一场用鼓励做道具活动，搁请较早流行的漫画人物诸葛树龙做伙来参加。业者也送诸葛树龙的电影甲红仔册，予嘉义市的20间学校。学生囡仔洗手，伫下头来点做洗，最后搁摕笔来描红。除了按鼓励来做的开笔礼，嘛有幼囝来做道具。嘉义县方庙甲文创业者举办公益鼓励做道具甲开笔礼的活动，问阿要在地囡仔平安，嘛互家庭亲子来认捌传统文化。因为我小孩是鼓励抓周，所以看到他们抓周的方式，就是可以知道一些鼓励的抓周方式。除了鼓励仪式以外，财团法人诸葛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嘛准备诸葛树龙的电影甲红仔册，要来送予嘉义市的所有国小。看到诸葛树龙的红仔一出来，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欢喜。抓周的鼓励嘛，还有开笔的鼓励啦，所以把诸葛树龙来甲囡仔了解者，互因熟悉吼，然后新世代的囡仔嘛会使熟悉诸葛树龙。我觉得很棒，很怀旧，对小时候的记忆都起来了。各个国小，咱全部来上咱诸葛四郎的一个影片展啊，这是咱5、6年级生的一个咱儿童的一个回忆啦哈。嘉义县方面表示，诸葛树龙是真侪囡仔细汉时英雄，红仔册内底的话嘛是勇敢甲正义的主题。自同齐进前，嘉义市20间国小拢有一套电影甲红仔册，希望互学校会当来推广武艺，入捌阿公阿嬷时代的漫画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澳洲的圣诞岛，为着要保护当地原生物质，所以是禁止饲猫仔甲狗仔。伫咧4年前，一只辅助犬对主人来到遮，留到遮即马嘛，真做是规粒岛唯一的一只狗仔。Good auntie. Auntie pat pat, pala dia pat pat. 这只叫做哈罗，今年5岁辅助犬，是澳洲圣诞岛顶悬现出时唯一的一只狗仔。逐天学校放学了后，照顾伊的社工就会带伊到社区机构去陪伴老人。伊来到这，下捌饲过7只狗仔的汤马吉，想起伊少年时美好的日子。汤马吉会甲懵懵的甲伊乱摸，哈罗嘛会足亲近，甲伊摇尾啊。不过圣诞岛为着保护特有的原生红蟹，甲其他稀有的野生动物，早伫半个世纪之前就立法。禁止岛民饲养宠物鸟狗，那呢？这只狗仔是安怎来的？原来伊的主人因为健康的问题，4年前破例得到允准会当带狗仔来岛上，但是后来主人返去澳洲大陆，无法度负担正贵的运费，决定将狗仔留落来。到今哈罗已经变成是社区犬，那受到老人的欢迎，当地居民只要拿事先登记，嘛会当带伊出去耍。这几天哈罗真欢喜来海边耍水，等来到岸边就乖乖趴伫人的脚边，乖个听话模样，真使人介意。I gues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even that we don't know her, yet she'll sit here with us, she cuddles up to you, she gives you those big eyes. 而且照顾员逐工带伊出去踅踅，连囡仔看到嘛真欢喜。When the buses go past, the kids are waving through the window, Shiloh. It's become a bit of a routine now. 对圣诞岛的居民来讲，哈罗带来不只是陪伴，比起当地规定只会当饲鸡，岛顶也是官商交流做宠物，哈罗更较会当提供精神上的寄托甲安慰。公司新闻张慧斌报道。
那讲是住伫咧北极圈的蜊，即马是敢若剩全世界200只尔，因的体型嘛比一般蜊搁较细只。有研究团队就伫咧其中的12只顶头挂摄影机，来透过蜊的角度了解因是安怎生活。歪歪的镜头内面，虽望有一部分互碰细细的捕蜊的头甲颔棍炸咧，毋过也是会当看到边仔有大大细细的蜊伫咧无法草仔的大溪当中活动。这是美国阿拉斯加州上北边，完全伫咧北极圈内面的北坡，气候严寒。拢是山地，会当猎捕的动物也是采集的食物相对足少。伫咧较烧热的南部，靠近太平洋沿岸，食物资源丰富，常常会当看到棕蜊猎捕红鲢鱼，精彩的画面。当地的棕蜊毋若族群数量惊人，凊彩都有上万只。成年的棕蜊体重会当超过450公斤。若因住伫北坡的捕蜊亲情，大部分无甲200公斤，上重的嘛无超过400公斤。It's really limited in energy. These bears can hibernate for up to 8 months of the year, so they really have a really short window to obtain enough food resources to pack on enough fat to survive that period. 较早的野生动物参与观察，拢是由猎影小组想办法接近目标，用大型的猎影机翕这的飞禽走兽，也是鱼类。不过，来自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用类似暗款的装置，把猎影机安伫咧捕蜊的颔仔棍也是头部，伫咧莫干扰捕蜊的状况下，我近来翕第一手的画面，了解捕蜊伫咧北坡这种严寒的环境下安怎生存。They were captured 3 times throughout the year, so in May, August, and September. And we did this so we could look at these key windows, so like the spring to summer and then fall, or summer to fall. And it also allows us to maximize the amount of video. 研究团队指出，这项计划预计要进行2档，安装随身猎影机的捕蜊嘛必须增加，对目前的12只扩大到36只，来取得更较侪研究的建本，除了深入了解捕蜊的生态，因的猎捕行为对北坡地区做因食物的顺路数量有甚物影响，嘛是研究的题材。公司新闻，家人编译。下晡晡天气来看详细温度。北部地区15度至17度，中部地区16度至21度，南部地区18度至25度，东部地区17度至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